哎呀，囡囡啊，今朝你的裤子哪个打死一个家，可不叫哥们谁在死？三高两个做头呢？哎呦，起来子高有哪年说的嘞？但不三三呢？实在想不出，裤子把金子三高了上刑罚。王母娘娘讲的，几辰光绑花脱，几辰光冒新的。那你的裤子也是难搞。哎，你来看看你的儿子的裤子呢？啥事情啊？一斤了咯。发钱你也不什么震撼，踩上你也不是个打的肯定不是一个，还是换脱你吧，哈。不难看呢，裤子绑金子六万发大海走，那还白呢？谁打孙子去买新裤子？谁是里头买个房子？还有啥前发啥枪，后发啥底？门口里没公鸡，没鸡腿，没商场，没菜市，一时头上发现得带路达去买哇！哦，想得出，三乡了体育中心一年一度的周协会已经办至10几年了，越少越少，现在10本之地。请问小孩衣服在哪里买的？没有的，只有买大人的。哦哟，一毛个500，非毛个琳琅满目。别个来也来接，发钱地上走去吧，墙上有点对不起个一站路公检车票。哎哟，新疆不难看，再起盖里棒。哎呦，再搞上来，看看是样样欢喜，恨不得3零走起。靠山，退休工资3700，只有半眼福个份，没下可以福个命，那白。Hello， 上海亚瑟，你好，你带来多少？弄好2个包人啊！哎，我讲没来听啊！哎，搭个么子只有外头个2单3折，而且我还凭本事，太高还高，抽奖送蛋送米。听说你叫你股票赚到没空哇！我后一谁在上港山要去白相子，你要有啥个想法？总有一种人工，当我有钞票了，我呸！